多謝晒大家，有請兩位主席同埋各個團體咧到台下。今日嘅典禮咧，之所以咧能夠成功舉，首先咧，感謝咧過去1年啦，第一對咧龍同教育中心咧嘅捐款上面嘅支持，令我哋開拓咗唔同咧好多嶄新嘅服務，例如咧言語治療啦。聾嘅朋友嚟到進行一啲嘅就業嘅訓練我有啲家務助理園藝班花藝班咁樣咧，能夠僱主支持我哋嘅朋友，你哋好。好多謝咧，今日咧大家咧嚟到支持香港聾人協進會，支持我哋呢個聾協嘅聾童教育中心。過去1年，自己全心全意為香港人同埋弱勢人士，同埋要鼓勵嗰啲聽障人士，同埋呢個社會建立一個平等、互助、團結共贏。現在有請各個表演團體代表上台領取感謝狀。非洲鼓姑娘啊，我哋有請 C D 左眼 ，C D 左眼係啦，冇錯。我跟住 C D 右眼，左眼睛，右眼眉，係啦 ，C D 右眼，係啦，會喐㗎，係啊，再次係啦，左耳醒，右耳靈。